大家好，歡迎返到滋味人生頻道，我係維心。各位親愛嘅大哥大姐朋友們，我哋係咪常常有一種諗法，一頓飯就係要食得夠味，要有滷肉、燒烤或者火鍋呢啲重口味嘅菜式，先至算過癮，先至叫滿足，對唔對？如果食得清淡一點，就覺得好似少咗咩，食起嚟沒味道。呢個種直慣睇似無害，但其實隱藏住一個健康嘅秘密。今日維心一定要同大家分享，大家記得一定要睇到影片最後哦，因為等下維心會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故事，係我屋企附近一位82歲阿嫲嘅親身經歷，就係因為一個廚房禮嘅小習慣，竟然將全家人幾下到需要送一，呢件事真係將我嚇了一大跳，到現在諗起嚟心裏都係毛毛嘅。就係呢個故事促使我開始研究，先至發現我哋身邊最熟悉嘅調味料，竟然係傷害我哋健康嘅隱形殺手。今日就讓我哋一齊響應時呢一個敵人學習，點樣保護我哋寶貝嘅腎臟吧。講到我哋嘅腎臟，大家平常可能唔係忌諱去注意佢，對吧？但其實啊，我哋嘅兩顆腎臟就似係身體裏最勤勞嘅員工，一輩子都在為我哋默默工作。佢哋最主要嘅工作就係過濾血液，清除體內嘅代謝廢物，就好似一座精密嘅人體淨水廠一樣。佢哋還要幫忙平衡身體裏嘅水分同電解質，穩定我哋嘅血壓。而喺呢座淨水廠嘅工作中，有一樣東西為讓佢哋非常辛苦，咁就係鹽，或者更準確咁話係鈉。當我哋食得太鹽，血液裏嘅鈉濃度就會馬上飆高。為了維持身體嘅平衡，我哋可憐嘅腎臟就必須加班，更辛苦地去過濾掉呢啲多餘嘅鈉同水分。你諗下，睇一部機器每日都咁樣超時工作，佢能用得耐嗎？時間長咗，腎臟嘅功能自然就會受損。一旦功能下降，一啲本來應該留喺身體裏嘅寶貴物質，好似係蛋白質，就會從尿液中流失掉。呢個亦即係為啲乜嘢我哋常聽到嘅蛋白尿，為是腎臟損傷嘅早期警訊。跟住腎臟越變越差，排鈉嘅能力又更弱，就咁樣形成咗一個非常可怕嘅惡性循環。係唔止咁樣呢，重口味嘅飲食係造成高血壓嘅一個主要原因，而長期嘅高血壓又會讓腎臟裏面嘅血管收縮，導致腎臟得唔到足夠嘅血液供應，久而久之，腎臟就會慢慢衰退，最後可能演變成所謂嘅高血壓腎病變。呢個係一個雙向嘅傷害過程，食太鹹引起高血壓，高血壓又回過頭嚟傷害腎臟。最可怕嘅係呢個過程通常係無聲無息嘅，初期根本沒乜明顯症狀，等到我哋發現自己嘅絞開始水腫，小便出現異常嘅時候，恐怕腎臟嘅功能都已經受到嚴重嘅傷害啦。特別係本身有糖尿病、高血壓或者家族裏有人腎臟唔好嘅朋友，重現嘅飲食習慣會好似火上加油一樣，大大加速病情嘅發生同惡化。聽到呢裡，可能好多朋友會想：哎呀，我喺屋企煮菜鹽都放好少，應該沒問題吧？但係各位，呢個真係一個天大嘅誤會。我哋每日食進肚裏嘅鹽分，遠遠唔淨係廚房裏嗰罐鹽子。真正嘅敵人其實就藏喺嗰啲我哋想都沒想過嘅食物裏面，佢哋就係隱形殺手，每日都喺悄悄地加重我哋腎臟嘅負擔。首先讓我哋談談幾乎家家戶戶早餐都會食嘅麵包、饅頭或者餅乾，呢個點亦都讓我好驚訝。為了增加麵筋嘅彈性，控制發酵速度，讓成品口感更好，麵包師傅通常會加入小蘇打粉或者係泡打粉，而呢啲東西裏面都含有唔少嘅鈉化合物，特別係冷凍嘅麵包同埋包裝好嘅餅乾，大家尤其要注意。就連食起嚟甜甜嘅蛋糕，製作過程中亦會透過加鹽嚟到提升風味層次。再嚟係一個好多朋友都以為好健康嘅東西，就係即食麥片或者穀物脆片。我有好多朋友為咗健康早餐都改食呢一個。但事實上，好多市售嘅麥片為咗提升風味同延長保存期限，為加入食鹽或者含鈉嘅防腐劑，有啲產品每100公克嘅鈉含量甚至超過500毫克，呢已經係相當高嘅數字啦。而呢個第三樣先至係維心最擔心嘅，因為呢個時係我哋台灣人太習慣嘅飲食文化啦，就係各種湯品。
唔管係清淡嘅蔬菜湯，還是熬咗好耐嘅雞湯、排骨湯，我哋都要小心。喺烹煮嘅過程中，食材裏嘅鹽分同埋普林都惠大量溶解到湯汁裏。當你入下一碗香濃嘅熱湯，感覺好滋補，但好可能等於一次食下咗整盤菜嘅鹽分同埋普林。對於腎臟功能唔好或係有痛風嘅朋友嚟講，入湯特別係將湯入完嘅習慣，真係要特別小心。聽完呢個，我心裏係好震驚，結果又發現咗另一樣嘅東西，就係加工肉品，香腸、火腿、培根呢啲喺製作過程中，為咗防腐同增添風味，必須使用大量嘅鹽來醃製。有時食一片火腿，鈉含量就可能超過一餐嘅建議攝取量啦。同樣嘅道理，亦都發生喺黃豆製品上邊。黃豆本身好健康，但造成煙燻豆、乾素基等位啦，賦予佢特別嘅風味，常常為加入大量嘅鹽或者高鈉嘅醬油嚟調味。而且千萬唔好以為只有鹹嘅東西先至有鈉喎，好多甜嘅點心亦都係陷阱。比方講冰淇淋同埋蛋糕，製作時為用鹽嚟平衡甜味，提升口感，又或者好似起司。天然發酵嘅起司，鈉含量通常都比較高。還有魷魚絲、牛肉鉗、洋芋片呢啲零食，調味過程中更係少唔了大量嘅食鹽、味精或者其他含鈉嘅調味料。就連炸物亦都逃不掉。炸物本身就唔係健康嘅選擇，佢嘅鈉含量亦都普遍偏高。除咗油炸前嘅煙料，好多外層果嘅炸粉亦為添加泡打粉，呢啲都為進一步增加鈉嘅含量。最後造成我哋唔知不覺食下太多鹽分嘅最大元兇，就係我哋廚房裏嘅各種醬料同埋調味品，味精、雞粉、蠔油呢啲都含有唔少鈉，而豆瓣醬、味噌呢啲發酵類嘅醬料含鹽量就更高啦。就算係番茄醬、美乃滋為啦，提升風味同保存，亦都常常添加咗大量嘅鹽。各位朋友，你睇敵人係咪就喺我哋身邊？但我哋確常沒發現。不過，別擔心發現問題，就係解決問題嘅第一步。現在慧心就嚟同大家分享幾個我自己平常都喺度用嘅小撇步，讓我哋可以食得健康，又唔會覺得人生無味。第一點，我哋要養成一個非常重要嘅習慣，買任何包裝食品都要睇上邊嘅營養標示，請特別注意鈉嗰一欄。就算係甜食或者零食，亦都最好睇一下。專家嘅建議係優先選擇每100公克鈉含量低於120毫克嘅食品，僅量少買高於600毫克嘅。第二，點僅量選擇天然食材，可以嘅話自己動手做，似係緬甸呢類。如果條件允許自己做最安心，自己做嘅時候就可以適量減少鹽。小蘇打粉嘅用量通常不會對基本口感產生太大影響。第三點，善用量匙呢類嘅小工具嚟代替憑感覺調味，心裏先至有個底。第四點，食材盡量買新鮮嘅蔬菜、水果、魚肉，絕對比加工肉品、醃製品嚟得好。而且盡量食當天煮嘅菜，因為有啲隔夜菜為咗保鮮，鹽分可能會比較高。第五點，減少外食嘅次數，餐廳嘅菜為啦好食，通常都比較油、比較鹽。如果非得喺外面食，可以主動請店家鹽巴放少一點。第六點，改掉用菜湯或者鹵汁拌飯嘅習慣，湯汁裏麵基累咗大量嘅鹽分。第七點，呢個亦都係讓食物變美味嘅關鍵，就係善用天然嘅辛香料，炒菜時少放點鹽，適時用蔥薑、蒜、辣椒、花椒呢啲天然香料嚟提味。一點點醋或者檸檬汁，亦都可以透過酸味嚟刺激味蕾，彌補禪味減少嘅空虛感。第八點，慧心教大家一個好多大廚師會用嘅小技巧，就係起鑊前再放鹽，亦即係話唔好一開始就放鹽，等到菜快炒好要關火啦，再撒上一點鹽，快速拌勻。呢個鹽分只會附着喺食物表面，我哋一入口就能夠嘗到禪味，就算用量好少，都能夠讓菜肴好有味道。第九點，避免同時使用多種調味料，例如用咗醬油就唔好再加鹽基粉、辣椒醬，雖然味道層次豐富，但鈉含量肯定超標，選擇1到2種就夠啦。最後一個小方法就係喺菜快炒好嘅時候，用1點太白粉水勾芡，勾芡之後，湯汁會變得濃稠，均勻地包裹喺食材表面，
呢樣不僅能保溫，亦都能夠讓少量嘅調味品更有效咁附着喺食物上。就算燃放得少，食起嚟都更有味道。親愛嘅朋友們，清淡飲食真係唔代表要食得唔脆又痛苦，佢代表嘅係一種對自己健康嘅責任，係對未來生活品質嘅一種保障。你諗下，我哋辛苦打拼咗一輩子，唔就係希望有個健康安樂嘅晚年，可以好好陪伴家人同孩子嗎？翻到我哋一開始提到嘅嗰位82歲阿嫲嘅故事，喺全家人經歷咗嗰廠衰經之後，一生先至發現咗問題嘅根源。原來阿媽習慣熬一大鍋口味好重嘅排骨湯，讓全家人可以食個2-3日。佢以為呢個係最有營養、最吞家人嘅方式。一份出自於愛嘅習慣，卻在無意中傷害咗家人嘅健康。好彩一切都發現得早，現在佢哋家完全改變咗烹調方式。佢哋學會用天然嘅蔬菜水果去熬出湯頭嘅甜味。學會咗喺閣前再放鹽，餐桌上面亦都多咗好多新鮮嘅青菜。呢個故事真係給咗維森一個好深刻嘅提醒，我亦都希望佢能帶給大家一啲啟發。我哋嘅健康就掌握喺每日嘅呢啲小細節裏，掌握喺我哋放進角裏嘅每一時調味料裏。從今日開始，讓我哋一齊更用心對待我哋嘅飲食，為家人亦為自己烹煮出唔止美味，更充滿愛與健康嘅料理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影片有幫助，請幫維森按一個讚，亦都別忘分享給你嘅親朋好友，記得訂閱滋味人生嘅頻道，我哋先至能一齊學習更多活得開心、活得健康嘅秘訣。我係維森，祝福大家餐餐食得美味，日日過得平安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